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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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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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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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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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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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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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大家好啊，我係飢餓阿妹。2026年第一波旅行，我揀咗去日本最中意嘅城市東京。今次同家姐一齊去，咁我就有得黐住佢，一齊入去國泰日蓮堂貴賓室，食一個豐富嘅靚早餐先上機。呢個貴賓室嘅詳情介紹可以睇返我上年有 po 過嘅影片。今次覺得早餐時段西式嗰邊嘅食物都好好食喎。家姐就依然最愛呢度嘅酒吧區域，佢超中意呢度嘅 Espresso Martini 啊！佢慢慢嘆都飲咗2杯，食到差唔多就可以排隊等上機啦。呢個貴賓室就喺35號閘口附近，而今次我哋個閘口就喺43號，行前少少就到啦。所以去呢個貴賓室食嘢真係好方便啊！今次嘅機票喺大半年前就用非行李數換咗，慢慢儲下，我平均每年都可以換到1套機票，平平地咁樣去旅行。國泰飛東京成田嘅機，朝頭早都有好多班次。今次我坐嘅呢一班機好準時咁樣起飛，而我揀嘅座位都比想像中闊落，所以全程都坐得好舒服啊！朝頭早嘅飛機餐有2款選擇，西式就係炒蛋、腸仔同埋薯仔，味道就一般般啦。中式就有啲點心食下，蝦餃同燒賣嘅味道都唔錯。2份餐最好食就係入邊嘅水果杯啦。唔知點解最近國泰嘅娛樂系統裏邊啲電影越嚟越少啊，而且都冇乜新戲好睇。幾個鐘入邊，我嘅娛樂都係一邊聽住裏邊啲歌，一邊望住個地圖，等幾時飛到去成田。上次嘅靜岡影片都冇講過，去日本旅行之前，如果喺網上面填定 Visit Japan， 咁就唔使落到地先填紙仔咁麻煩，過關都方便快捷得多啊！今次我哋一落到地下，行前咗2分鐘左右就去到入境嗰度啦，唔使10分鐘就去到拎行李啦。成個過程非常之順暢，大半個鐘都可以離開機場。去過幾次東京都係第一次咁快，感覺真係好爽啊！我預先喺 Klook 嗰度買定機場快線 Skyliner 嘅車飛，喺成田機場入境大堂嗰層，再落一層扶手電梯，揾到 FamilyMart 旁邊嘅服務中心，入到去排隊，俾翻 Klook send 嚟嘅 QR code 職員睇，就可以拎到實體飛㗎啦。如果 Skyliner 唔係規定咗開車前至少20分鐘就要拎到實體飛嘅話，我哋都可以坐前一班車添啊！喺等緊上車嘅時間，又可以去個洗手間先，又或者喺 FamilyMart 買下嘢食先。實體嘅乘車券上面寫得好清楚，我哋嗰班列車係幾多號。呢個時候就可以望下個大 mon， 要去翻啱嘅月台啦。落到去睇翻張飛係坐幾多號列車，跟住就去嗰度排隊等上車。唔識嘅話，月台嗰度都有職員可以問下，所以唔識日文嘅都唔使太過擔心。呢架機場快線真係好快好方便啊！35分鐘左右就可以出到去日暮里 JR 車站啦。今次我揀嘅酒店距離日暮里只係相隔一個 JR 站，同樣都係山手線嘅鶯谷車站，所以呢幾日出入都好方便。不過呢個車站只係屬於細站，淨係得2個出口，而今次揀嘅酒店就喺2個出口嘅中間。如果拎住大件行李同埋懶得唔想行樓梯嘅話，就揀南口啦。喺月台上到南口都有扶手電梯，出到去對面馬路又有 lift 落翻地面。出咗 lift 之後行前幾步又有 FamilyMart。向住酒店方向行，如果拎住行李嘅話，大概5分鐘內都到㗎啦。酒店下邊有一間出名好抵買嘅業務超市，呢間酒店就係上野公園光芒酒店，2張床嘅房平均600幾蚊一晚，喺東京嚟講都算平㗎啦。喺登記大堂嗰層有啲浴鹽可以拎上房浸浴，基本嘅茶包、卸妝棉、剃鬚刨嗰啲都放晒喺度可以拎。上到房簡單嚟個 room tour 先，行到入去雖然一眼就望晒，但嚴格嚟講2個 keep 一齊打開都冇問題嘅。2張床都瞓得好舒服，
嗰幾晚都瞓得好好，呢個價錢真係完全收貨啊！房間裏邊電視、雪櫃仔、熱水壺嗰啲都有，仲有張細細地嘅茶几可以俾家姐化妝。大嘅掛衫地方就冇啦，掛到2件大褸嘅鈎都有一個嘅。洗手間入邊有洗撇撇嘅廁所，同埋頭先有提及過嘅浸浴浴缸。沖涼液、洗頭水、牙膏、牙刷嗰啲都有提供到，唯一冇就係空氣清新機啦。不過有鼻敏感嘅我哋呢幾日都冇特別唔舒服嘅。房間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放低咗啲行李又影咗一陣，嗱臨出去第一個景點先。我哋呢間酒店都好近淺草嗰邊，呢晚一於就過去嗰邊行下啦。除咗可以坐巴士過去之外，今次我哋就揀咗坐的士。上車去到落車都係10分鐘內，價錢都唔算貴得太離譜。傍晚時分嘅雷門都唔算太多人，影相打卡都唔會好逼。入邊嘅商店街都行得好鬆動啊！未夠鐘食晚飯都揾啲嘢咬下先啦。喺淺草嗰頭揾咗呢間都幾高分又出名嘅浪花家鯛魚燒，總店仲要係100年前已經開咗業㗎啦。聽落就好似好勁咁，但食落就有啲失望啦。呢個鯛魚燒嘅外皮口感食落有啲似食緊紙皮咁，裏邊嘅紅豆就偏甜，可能就唔係太啱我哋食啦。一開始就食到一樣咁中伏嘅食物，真係有啲嚇親啊！好彩呢一個鯛魚燒係成個旅程食過最難食嘅嘢食啫。然後我哋去咗淺草橫丁，門口嗰層有 Uniqlo 可以行下。網上面話呢度4樓好啱影相打卡，我上完去之後就覺得呢度有啲靚啦。如果路過都可以上去望下嘅。嚟到淺草，我就最推介行淺草 Rock 商場啦。呢一層有一間24小時嘅超市之外，上面嘅樓層仲有 Pecons， 仲有我去親日本都超中意行嘅100円店。呢度就有 Daiso， 入邊嘅零食真係好抵買啊！入到去就好似入咗結界咁，買到唔捨得走。遲啲我會出一條呢個旅程買咗啲咩嘅影片，影片仲會有更加多日本好物分享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我每一次喺日本都會掃咩返香港嘅話，之後都可以留意下，我會繼續努力剪片㗎啦。行到咁上下係時候食晚飯啦。東京有一樣出名嘅食物，我一直都好想試，但因為佢嘅外貌就令人有啲卻步啦。嗰樣就係文字燒。淺草呢一區都有好多文字燒嘅鋪頭，今次一於捉我家姐同我一齊去試下啦。呢頭真係有好多老店，我就揀咗一間喺門口寫住佢係明治4年創業嘅文字燒鋪頭，即係有50幾年歷史㗎啦。嗰日我哋6點左右去到，都唔使排隊。不過1樓嘅位置就坐滿咗，就要行樓梯上去2樓啦。坐低咗之後有濕毛巾俾我哋抹下手。飲品我就叫咗我最愛嘅可兒必思，家姐就叫咗杯 High 波。呢杯嘢佢就話落得好少酒，就好似飲緊氣泡水咁樣。日本居酒屋文化除咗一定要嗌嘢飲之外，入座之後每位仲有收費嘅餐前小食。根據 AI 話俾我知，通常每人收300至500円不等，即使唔嗌嘢食都會送上嘅。呢間鋪頭嘅餐前小食就係燒魷魚鬚，每人都有2條嘅。叫好晒嘢食之後，店員就會幫手燒啲魷魚鬚。佢校定好晒計時器，燒到生熟程度啱啱好。呢份魷魚鬚食得出真係好新鮮，口感軟腍得嚟又有啲爽口彈牙。文字燒方面叫咗呢間鋪頭最出名嘅明太子文字燒，可能呢度係遊客區啦。店員放低咗碟嘢之後，都有足夠時間俾我哋影相打卡㗎，然後先喺我哋面前幫手煮呢個文字燒。個餡除咗有1條明太子之外，仲有啲椰菜、年糕同埋芝士，落嘅油都唔算太多，所以整體都唔會好肥膩。店員煮好咗啲椰菜之後，再喺上面倒個麵糊，再撈埋啲明太子芝士嗰啲上去。唔好睇佢一撇撇個外貌好古怪啊，但其實食落都幾好食㗎喎，真係人不可貌相。年糕燒到半溶嘅狀態，有啲軟糯嘅口感，而明太子有輕微嘅辣，加上椰菜嘅清甜，整體真係幾好食。
想再好食啲嘅話，就要等佢再煮到焦香一啲再食啦。又可以落埋台面上面嘅紫菜碎一齊食。另外，我哋仲嗌咗一個豚肉嘅魚蠔燒，除咗有幾塊豬五花腩片之外，仲有雞蛋同埋椰菜。呢個魚蠔燒同樣店員都會幫手煮嘅。煮好之後，店員就會淋上大阪燒酸酸甜甜嗰個醬汁同埋沙律醬，最後仲會滲上紫菜碎。呢個魚蠔燒有啲豬肉嘅油香，又落咗啲酸酸甜甜嘅醬汁，相對地比清淡嘅明太子文字燒惹味啊！食完晚飯喺附近嘅商店街行下，見到呢間雖然冇得退稅，但賣嘅嘢都比好多藥妝店平嘅 OS 藥妝店。呢次旅程都見到幾間 OS 藥妝店嘅分店，但淺草嘅呢間價格係屬於最平嘅，平均每一樣嘢都比其他 OS 藥妝店都平10幾yen，所以要買嘢都不妨可以喺呢間分店買。當然有時間嘅話，最好都去松本清嗰啲格下價先啦。沿路行返去大街，我哋去揾淺草文化觀光中心，搭 lift 上到去8樓有一個免費嘅觀景台。上到去就可以睇到淺草嘅夜景，除咗睇到着咗燈嘅晴空塔之外，仲可以望到御田村嘅河景。另外一邊角度又有雷門同埋入邊嘅重建世通商店街嘅景色。上嚟呢度睇下景色，又吹下風都幾舒服㗎。重點完全免費。觀景台係由朝頭早9點開到夜晚10點。Google 顯示夜晚收8點嗰個時間，其實係講旁邊嘅 cafe。所以大家就要注意返啦。離開淺草之前買返個甜品返酒店食先。見到網上話嚟到淺草必食，仲有呢個淺草絲滑布甸。喺大啤落湖食評網嘅分數都唔算太低，布甸嘅口味選擇都唔算少。我就買咗呢間鋪頭人氣第2嘅布甸返酒店啦。返酒店試下坐巴士先。喺東京坐巴士同喺香港坐巴士一樣。喺前門上車拍卡俾錢，落車撳鐘再喺中間道門落車。講返個絲滑布甸先，食得出幾濃雲呢拿子嘅味道，雞蛋同牛奶嘅味道都算突出，但價錢上就偏貴啦。如果下次嘅話，我就寧願食多2個我最愛嘅世一牛乳布甸。去日本旅行，如果胃口許可嘅話，真係想晚晚食返一杯啊！同場加映，日本3間便利店嘅咖啡大比拼，係由日日都要飲返一杯咖啡嘅家姐嚟評價。佢話 Family Mart 嘅咖啡相對地冇記憶點，平平穩穩咁。羅神佢就叫咗最出名嘅 latte， 啲奶的確係好香好滑嘅。3間入邊家姐就最中意71嘅黑咖啡。仲話比起香港71嗰杯咖啡好飲得多啊！日本嘅呢杯香味同埋酸味都平衡得好好。下一集會帶大家一口氣食3間唔同生冬甩嘅鋪頭，再去一間超多當地人去嘅戀愛神社，同埋去一間超隱世嘅增強財運神社。另外去食一間飛驒牛嘅壽喜燒。又會去食一間又係當地人先食嘅雞白湯拉麵。如果唔小心撕爛咗張日圓點樣解決呢？睇下下一集就知道㗎啦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旅行片再見啦。